昨暝甲翁冤家，因为伊昨暝差不多暗时11点外转来，转来时阵可能我拄仔下课，台语课下课，线顶的课，迄时阵老师有讲我有几个发音拢无准，譬如讲搁有因为我落音啊，我着家己想办法发音发甲变甲我音拢走进去。我嘛本来自信满满，变讲课上完以后，发现讲家己走去的音安怎改拢改袂转来，所以是一直咧找看有啥物别人有伫教无，讲喙的形是爱安怎用嘿，结果拢无找着，翁就转来，伊转来了后，我着紧物件，电脑物件嘛袂当看嘛，就紧甲因食。因食的时阵啊，我着想讲对吼，看伊遐好，有想着讲伊昨有叫我甲伊对单仔，所以我着紧，伊物件拢还袂囥，阁有落雨嘛，阁有雨满，拢还袂处理好，我着甲伊问讲今仔会甲你对单仔？翁着感觉足神的，伊着讲你安尼讲着无诚意啊！即个时阵讲，你是无想要甲我对单仔？我听咧着真袂爽快，因为我想讲，我本来学台语嘛，毋敢甲伊毋敢甲伊谈论学台语的代志变讲我找讲安怎互我发音改互正，拢资料拢还袂找好势，伊转来变讲伊转来即摆，以早伊是想讲真晚，着啉牛啉就好啊。即摆伊着讲伊真枵啊，伫咧公司加班着食饼尔安怎？我着知影讲爱紧去创，所以我迄时阵心内着已经伫袂爽啊。后来食饭的煮面的时阵啊，伊着一直讲这安怎创啊，迄安怎创安怎囥，我着听啊足酸。结果伊要食面，可能阁嫌面伤济，嫌物件伤济。我是囥较济啦，我是惊互伊讲无够食是安怎？伊迄人阁袂讨济，结果伊食暗顿的时阵，中午的暗顿的时阵，我面着臭臭，伊着甲我问，我着讲啊，我着甲伊对单仔的时阵，着讲恁讲迄话，我听着真艰苦，安怎？结果翁嘛足着伤，心内着伤，伊着想讲伊是讲算笑的，而且伊嘛感觉真忝，我着白巴，我着白巴，嘿，我着去甲伊讲工课的代志啦，无甲伊体谅，嘿啦，伊着感觉我毋是真体谅，无去观察伊的需求，去做体贴的，伊着感觉我拢无做，逐工伫咧厝，伊转来忝到要死，结果我嘛嘿啊，就无甲伊无做周到啦，无好好嘿啦，结果有冤家，后来是有讲啦，讲甲有较好一点啦，就是两个有解说清楚。我是甲我心内的想法，就是讲你安尼转来安尼，
我讲一句话是为着讲，想要甲你斗相共啊，是毋甘看你安尼足忝，毋甘嘛。而且昨其实11:30是有台湾歌的 Clubhouse 的房间开放啊，但是伊翁转来较早，我嘛无可能去听嘛，所以心内嘛是有一寡想讲好像大家袂做了而且有互家己压力，就是讲，怎会讲？一寡发音就无正，我是伤紧张啦，就是想讲，我开遐济时间，结果练出来，介是嘛无比别人较好安尼。结果我甲翁讲的，物件收的，讲爱较早困安尼。今仔早起一早起我就知影讲伊会惊讲伊的乌托邦停伫咧剃头店，停伫遐人的顶仔骹会去互人赶吼，若伤晚去，伊迄头家娘是真歹安尼，所以讲我就早起床，我就看无好，我就紧甲伊乌托邦换位啊，换一个袂去互人骂位，安尼我就甲伊讲，就是做一件代志，互伊感觉讲感觉我有体贴伊一面安尼。今仔同事就转来，伊本来伫厝上班嘛，今仔有转来。转来时阵因为我有开始伫听 Clubhouse， 所以就早起就无找伊讲话，就一两句尔。但是下晡就开始讲诚厚话，就讲拢讲诚细项的代志啦。比如讲我伫 Clubhouse 拄着啥物网友啊，就是有一寡代志若甲阮翁讲，可能无方便，因为翁可能无介意讲我去用 Clubhouse， 然后交一寡朋友啊、网友啊，安怎。翁会无安全感嘛，惊别人甲我约，所以这若甲同事讲就无差，伊嘛毋免烦恼啥物。其实同事是感觉讲台语嘛，毋免讲遐注重，我的音有正无正，会当讲会清楚，别人听有就好啊。但是我嘛希望讲，我讲台语莫讲甲安尼臭奶呆，讲甲音拢无正。音无正，有一寡人就无啥爱含你讲嘛。讲甲安尼会加巴巴安尼。即摆是较不要紧啦，因为以早就是讲你爱找一个含你讲台语的对象，真正是足好找。譬如讲，阮翁有一寡朋友，可能朋友会晓讲台语，应该是因为伊朋友高雄人嘛，搁唱台语歌嘛。但是伊就较无含我讲台语，因为伊感觉诚奇怪，讲你讲华语就会当的人，就毋是讲华语袂当讲，你台语讲甲嘛无华语好，所以就足无爱甲我讲。所以迄个时阵我是真正是看着人讲华语啊，无含我讲台语啊，还是无讲台语互我听，我就诚郁卒。即摆因为有 Clubhouse 其实迄顶头有人嘛台语嘛无讲甲诚好，所以讲我嘛毋免遐变讲伫咧内底的人嘛是因为就是惯势嘛，就是爱有人安尼开讲伊嘛毋是讲爱听诚流利诚
遮顺遮练转的练转的台语，嘛毋是嘛？伊就是有人喊伊讲话，莫甲因抢话就会当啊，因为因嘛真正有一个奇怪的风气。